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罗马书第27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康方会小组长来带领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咱三甲来祈祷。全能主爱的阿爸父上帝，感谢俄罗你，互阮伫清早困醒的时来参加圣经的讲读上帝真理活命的话，圣神来引带阮众兄弟姊妹，通行伫主的旨意讨主的欢喜的道路。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谢谢。好，我们在今天要来看在神在拣选上的公义的最后一段，就是从9章的第1节到11章的最后1节。那神在拣选上的公义，看起来以色列人好像被神所弃绝厌弃但是呢却去拣选了外邦人，但是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改变的。那昨天在第10章的提到，人未曾信怎能求告，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每一个奉差遣传福音的，都是出于神的主动，而要使人能够来建立人的信心。所以传福音的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而相信神的话。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那这信心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才能够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最后才能够因信得荣耀。保罗说在11章5到6节说，现在这时刻也是这样，照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余数就是余民。既是靠恩典，就不凭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所以上帝所预留这有7000个没有向巴力来亲嘴的，也是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从上帝先差遣，然后呢差遣人去传道，传道之后呢，叫听的人听见，然后能够明白跟相信。当他们相信，就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够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所以这是一个神在拣选上面的一个公义的表现。那今天我们继续看到11章的11节到32节。36节说，以色列的渔民被上帝所丢弃，但并不是永远的丢弃。那所以保罗要继续来把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是我们在以色列人今天可以理解成老基督徒、老信徒，好几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身上的恩典呢，可以看见更大。好，那我们接着请康姐带我们来读，从11章的11节先读到15节。好，那么我要问，犹太人失足跌倒，就完全毁灭了吗？当然不，由于他们的过犯，拯救便临到了外邦人，使犹太人嫉妒发愤起来。犹太人的过犯给世界带来了丰富的福泽，他们灵性上的贫乏，反而使外邦人富足。那么，如果犹太人全体都包括在上帝的拯救里面，这岂不带来更丰富的福泽吗？13节，现在我向你们外邦人说话，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命，我当然看重我侍奉的职务，或者我也可以激发同胞的嫉妒发愤的心，借此拯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果他们被遗弃，反而使世人成为上帝的朋友，那么他们被接纳的时候，已死的人不是会重获生命吗？好，谢谢。好，那在这里讲到了是
以色列人他们的教训可以成我们的帮助。保罗问说，犹太人失足跌倒，就是上帝把他们丢弃，是要他们跌倒吗？那保罗的回答说，当然不。他们的跌倒或是失脚了，反而让福音传到外邦。失脚就是绊倒、失足、跌倒、跌落下的意思。好，那跌倒呢跟失脚呢，好，两个呢的可以比较的话，失脚是没有走好，拐了一下，还可能站起来，但是跌倒呢就倒下去，没有办法站起来。那犹太人的过失，就是他们的过犯，这个过失过犯呢，就是掉到旁边去，或是错误的一步，就是做错了判断，然后成为迷途的羔羊，迷失的羊。那后来的这变成是过失，是过犯，那就是走错了一步，一步错就步步错。那上帝呢就让他们因为他们走错路，所以上帝就激发他们的激动他们发愤引起他们嫉妒。那这个昨天我们有提到，那这个是摩西曾经在申命记32章21节，在颁布律法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已经预言，那他们怎么样对待神，神就怎么样对待他们。所以这个也是整个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那12节讲到说，犹太人的过犯给世界带来了丰富的福祉，他们的灵性上的贫乏，就是他们在跟上帝关系最脆弱的时候，反而让外邦人得到祝福。所以保罗反过来讲，那如果犹太人也得救呢，他们也求告主名呢，犹太人如果也因信称义呢，那这个保罗这样的倒推也非常的有理就是当犹太人这么糟糕的时候，外邦人反而因而得到祝福。那当犹太人真正与神有建立正确合宜的关系，那外邦人应该是带来更丰富更丰盛的祝福。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灵的缺乏，或是他们吃亏失败，但是他们带来外邦的祝福。但是犹太人他们如果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就能够带来世界的丰满，也可以翻成充满或完全，或是丰盛。13节保罗继续对外邦人说，他的职分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尊荣他，看重他外邦人的使徒的职务和职分。那他的工作呢，也激发同胞的嫉妒心，就好像是他知道这是上帝所要做的，所以当他越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越嫉妒越眼红，但是呢，也是让犹太人越能够好好的抓紧上帝，因为他如果就像是大儿子嫉妒自己的弟弟，但是他却不晓得上帝早就已经把这祝福在这个大儿子长子的身上。保罗希望透过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最终目的就是回来能够让他的骨肉之亲，让他的同胞犹太人能够来得救，所以外邦的使徒就是他在外邦的在使徒行传第9章，上帝呼召保罗，让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就已经告诉他呼召他。那所以保罗他荣耀看重他的职分，同时呢，他也使犹太人充满了嫉妒所以他一直被犹太人追杀追赶。但是呢，他虽然向外邦人传福音，等于间接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如果犹太人被遗弃，反而使世人，就是外邦人能够跟上帝和好。那当犹太人被神接纳的时候，那保罗说，已死的人岂不重生呢？所以和本说15节说如果他们被丢弃世界，因而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就是从死人中复生吗？所以保罗这样子的理解，就是让他们看见说，犹太人好像灵性的死亡，却因着外邦人呢，成为又能够得救。所以这个道理呢，当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读后面的12章到15章的时候，就更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彼此的接纳，而不是只有看自己的事情，或是只有看重自己的拣选。对于别人得救呢，我们
都没有关心，或是在教会久的信徒，对这些新来教会的信徒呢，就失去了爱心，爱心冷淡，就是他们来到教会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不去主动的关怀，而是呢能够知道彼此都很重要，需要有这些的新的酒，也需要有这些旧的酒，那怎么样能够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死而复生，是从死人中来的生命，就是犹太人他们从死而复活。好，接着继续再请康姐带我们读16节到20节。好，如果把面团的头一块献给了上帝，那么全团也就是献给了他；如果把树根献给了上帝，那么连树根的枝子也是献给他了。有些橄榄树的枝子给拆了下来，而野生的橄榄树的枝子被接上去。你外邦人就像野橄榄树，现在分享着犹太人的丰富的生命力，所以你不可轻看那些像枝子给摘下来的人。你不过是枝子，怎能可以自夸呢？不是你在支持树根，而是树根在支持你。也许你要说，枝子给摘下来了，为的是让我能接上去，这话不错。他们给拆下来，因为他们不信。你站立得住，因为你信。但是你不可以骄傲，要存着警戒的心。好，谢谢。保罗除了看见犹太人被弃绝，他也警告外邦人，就是这一些得到恩典的人。因为保罗说，如果把面团的其中一块来献给上帝，那和本说是新面当这个源头是圣洁的，全部就圣洁。新面面团的头一块，就是代表预指那初熟的果子，也是指以色列人，也是指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亚伯兰，他用信心成为那个新面，成为那个初熟的果子。好，那整个面团就是全部都献给了神，就是圣洁，就是分别出来。那把树根献给了上帝，那么这根树干、树枝也都圣洁。所以新面跟树根指的是列祖，全团就是全部的剩下的面团，跟整个的树枝是指全体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老祖宗，他们拿出他们信心，或是我们的第一代的基督徒，或是这个好几代基督徒的第一代初信的那一代，他就是那个新面，跟就是那个树根，而我们是跟着那个初信的初代的成为那个全团和树枝。所以这个新面呢，是在民数记15章有这样子的背景，就是他们要分别出来，而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利未人就是被分别出来，来取代了这个以色列的长子，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的老大流便，或是叫吕便因为上帝要把这个要让这个其中一个儿子能够就是应许之子他们是被上帝所拣选分别出来的。好，所以这个野橄榄树呢的枝子给它折下来折下来，这个树呢整个树呢也代表了以色列或整个教会，或是代表也预表的整个世界宇宙中的基督徒好，17节说，如果有些橄榄树的枝子折下来，就代表外邦人看见犹太人被折下来，而外邦人可以同享福音的好处。在外面野生的野橄榄就是不是在橄榄园里面的种起来的，但是却只接在这个老橄榄树的树头上面的时候呢，就来分享那个树头、树干、树根它的这个营养，还有它的这个的这个肥美的枝就是能够恢复它的生命力因为用接枝或是嫁接的方式呢，可以让老橄榄树也恢复生命力，而野橄榄树呢，接在这个老橄榄树的树干、树头上面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营养和供应
好，所以这个野橄榄就是野生的橄榄，好，这是在圣经当中，这在罗马书11章17节跟24节这一段可以所看到的。那一同得着，好，就是指着是合伙的关系，所以是一个彼此的需要。所以外邦人需要犹太人，犹太人也需要外邦人，是彼此的互补。那这样子的嫁接呢，就是一种拖着，是一种承受，是一种背负啊。所以从这个图或是这张画当中可以看到，有的是有一些树需要经过修剪，因为它没有继续结果子，那个树干当中所分出来的树枝呢，不结果子的就要砍掉。但是有一些是野生的橄榄，可以愿意结果子的就把它砍下来，嫁接在这个老的橄榄树的树干上或是树根上啊。好，所以透过这样嫁接呢，彼此的供应呢，老橄榄树的树干又得到新生命，而这个野橄榄的树枝呢，也能够继续的结果子。那这也是预表了整个教会，教会当中就是需要有新血，需要去传福音，需要有这些的新的人加入到教会，让教会能够有活力，能够有动力。但是教会如果没有去接纳新人，这教会就会死气沉沉，就会越来越保守，就会越来越自以为意，然后就会自己开始设立教会内的许多的阶层规矩，所以是彼此的需要。所以保罗说这话不错，因为他们给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你站立得住是因为你信，因为这段前面呢很长一段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这里呢就是对外邦人说的。对犹太人说，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那个你的第10章就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外邦人呢，犹太人失去了恩典，外邦人要以为是前车之鉴了，而不要自己的重蹈覆辙，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又自己看自己比别人强，然后就自高，就有骄傲的思想。所以到24节所以犹太人原来是这些是枝子。刚才我们读到的是20节那再接着请康姐带我们读21节到24节。犹太人是原有的枝子，上帝既然没有饶恕他们，你以为他会饶恕你吗？从这里我们看出，上帝既仁慈又严厉，对于那些失足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于你，他是仁慈的。只要你继续生活在他的慈爱中，或者你也会被拆下来的。至于犹太人，如果他们不固执他们的不信，就可以被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你外邦人好比给摘下来的野橄榄树的枝子，不自然地被接在好橄榄树上。犹太人就像经过培植的树，上帝把从这树折下来的枝子再接在原来的树上，不是更容易吗？好，谢谢。所以保罗继续警告外邦人的信徒就是犹太人是原有的，这原有的就是要爱惜和珍惜，上帝是手下留情，没有全部把它砍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上帝仁慈又严厉，所以那些失足跌倒的犹太人呢，上帝是严厉的，但是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是同一个上帝，并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差别。只要我们继续生活，继续生活就是只要你长久就是假设你继续的停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而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割礼，不是靠遵守律法，不是只有想要追求60分的基督徒，又人要被接上因为上帝能够重新把我们接上去。那犹太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不相信，继续坚持要依靠行为，依靠律法，对不起，不再继续坚持不信，就是他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样子的救恩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地位哦。所以让那个养分从那个树干从那个土地当中，上帝要给整棵树的滋润呢，就能够送到枝子，就能够结出果实。24节说，你这外邦人好比折下来的野橄榄树枝子，都还能够不自然的被接在好橄榄树上。而犹太人经过了培植，他们是经过了刻意精心把它培植的树呢，上帝从这树折下来枝子再接回原树上，不是更容易吗？所以保罗在这边当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呢，发现保罗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也要为犹太人的得救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属灵的长子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老信徒好几代的基督徒来祷告，因为他们呢不是更容易回到上帝的家中，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吗？所以这像是一棵橄榄树，橄榄树在圣经当中代表的跟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很多的以色列人不信呢，他们这些树就被砍下来，只剩下了余树，就是渔民。但是呢，保罗说这个remnant 就是这个渔民，余树，那他们就是指的就是只剩下这些残根，这些败叶其他都已经被砍得差不多，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上帝让整个以色列国家被掳。我们读完这个历代志上下，还读了这个耶利米书，就看到这一段。但是上帝呢，让他们被掳这件事情，剩下的余数渔民呢，又让他们被掳归回，而他们去了巴比伦、波斯，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呢，上帝让他们在外邦当中开始来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有一些的野橄榄树枝呢，就被接在这个老橄榄树的树干上面，接在上面呢，就能够继续的来吸收接收这个树干的枝叶，能够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生长，继续的来结出果实。所以我们外邦人就是因此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福，得着应许的圣灵。而这圣灵呢，就是从树根，也就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从亚伯兰开始，亚当开始，对神的信心的这个肥枝，这个营养分。好，接着再请康姐带我们来读25节到32节。好，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奥秘的真理，我希望你们知道，免得你们老是觉得自己聪明。这真理是部分的以色列人顽固，只是要等到外邦人全数都归向上帝，到那时全部的以色列人终必得救。正如圣经所说，拯救者要从锡安出来，他要除掉雅各子孙的罪恶。27节，上帝说，这就是我要与他们订立的约，那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犹太人拒绝了福音，成为上帝的敌人，结果使你们外邦人得到益处。但是由于上帝的选择，又根据上帝对族长们的允许，犹太人仍然是上帝的朋友，因为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不改变的。从前你们外邦人不顺从上帝，现在因犹太人的不顺服，你们倒得了上帝的慈爱。同样，因为你们得了慈爱，犹太人现在不顺服，为的是他们也能够在这时候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使全人类被囚禁在不顺服当中，好对他们显示他的慈爱。好，那保罗就是要做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上帝没有弃绝犹太人，反而保罗有一个奥秘，一个真理，就是以色列人要得救，要复兴。这个奥秘，这个真理呢，就是等到福音传遍了外邦列国，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
那以色列人过去部分是顽固或是硬心硬着心，就是他们在悟性上面的辨识能力低落，或是感觉上的迟钝，就是好像生病了。那前面是一个树，现在讲到人了，但是呢，等到外邦人全数或是数目填满了，就意思是列国的全数都能够进入就是各国都能够进入，这也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外邦人和列国就是他们是比这个不是只有外邦人就是这些被拣选的就是上帝预先所拣选的所以是特定的外邦人、特定的列国，他们进入的时候呢，那犹太人他们全部的以色列人终必得救26节所以当时可能在保罗的时代，或是到现在那也快要2000年。可能只有少数的有以色列人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信耶稣而得救。我讲的得救是借着耶稣跟上帝有正确关系。但是等到福音传遍外邦之后，以色列人的硬心那个病呢，就是悟性上的辨识低落，感觉上的迟钝会被除去，会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来信主。而这些信主以色列人也会带给外邦教会属灵的复兴与福分。那我们可以来问一下，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基督徒到世界各地带给外邦来复兴和福分？那可能有，但是还不是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些来做宣教士的、传福音的、为主做见证的，都是从这个欧洲、从美洲、从加拿大、从苏格兰、从英格兰有这样的宣教士。但是呢，这些信主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他们呢也成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将会带给外邦教会，就是这些非犹太人的教会复兴。所以以传统上以色列人认为末日是以色列要复兴，吸引外邦人来朝圣，就是来耶路撒冷来西安呢。但是保罗反而是认为复兴的耶路撒冷是要把光传到外邦，传到地极是把这个救恩荣耀呢带领外邦人来归向基督所以这一段呢，在以赛亚书的59章20、21节，以赛亚书的27章第9节，那这是这个地方的出处就是保罗继续引用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了福音，成为上帝的敌人，所以使外邦人得到益处。那上帝的选择又让上帝对族长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犹太人仍然是上帝所爱，所以上帝不会背弃他对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过去他们外邦人怎么样不顺从上帝，因着犹太人不顺从得到上帝的慈爱同样的，现在他们外邦人得到慈爱，犹太人不顺从上帝，但是呢，就是让他们在这个被上帝管教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赐和选召就是上帝的恩召这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恩典的拣选或是选召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和本是翻成没有后悔，现在中译本是翻成从不改变的就是不能收回的，不撤回的那是这几个意思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不是后悔他选了谁，而是本来就是不能收回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读到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的2个儿子都还没有从妈妈出生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了大的要来服侍小的。所以犹太人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上帝的敌人，一方面也是上帝所爱的人。但不管犹太人处境怎样，上帝的选择不会后悔，上帝不会再去另外选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成为新的亚伯拉罕，再重新把旧约的故事再来跑一次，不需要，因为上帝的选召、恩赐的选召、恩召是不会后悔，而不相信神透过耶稣的死是不能得救。那所以犹太人也要明白这件事情。好，所以
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就成为不顺服。但是呢，透过外邦人相信耶稣，来帮助犹太人这些老信徒，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爱。32节说，上帝使全人类被囚禁在不顺服当中，来显示上帝的慈爱。说整个历史事件的一个教训呢，旧约到新约这样子的教训，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做的。好，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继续往后看，最后一段33到36节。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深奥，谁能解释他的决断？谁能探测他的道路？正像圣经所说，谁知道主的心意？谁能够替他出主意？谁给过他什么，使他不得不偿还？因为万物都出自于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以上。谢谢。好，那保罗呢，其实应该要继续的讲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为了要把12章的信息带出来，所以他就把这个议题呢讲到这里所以他用了以赛亚书40章13节，约伯记41章第3节，就是用犹太人都很熟悉的经文来把他的结论呢到此为止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替上帝决定，没有人能够替上帝出主意，而是上帝他想要做的他就做了，也没有人欠上帝，上帝或是没有人借给上帝，让上帝需要去偿还呢，都没有，一切都是神主动的作为。好，所以整个第9章到11章这么长的一个议题，而且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很主动会去想要关心和了解，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得救，但是我们却不会去关心另外一方这个犹太人得救，或是说老基督徒不会去关心这些还在教会外面的这些迷失的失丧的灵魂的得救。但是保罗他没有办法把在这里上帝的要做的作为全部都讲完，但是他用了这2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知道一切呢这个都是奥秘。保罗揭开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同一群的人，教会呢是接纳所有的人。好，那我们在用这样的观念来读12章之后呢，相信我们会得到新的眼光，新的看见好，今天的经文在15节、16节说，如果犹太人被丢弃，世界因而得以跟上帝和好；犹太人被收纳，岂不就从死人中复生吗？所献的新面，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若圣洁，整个从亚伯拉罕下来的整个面团就圣洁。这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同样圣洁了。第28到29节，就福音来说，犹太人是为外邦人的缘故成为仇敌；就拣选来说，犹太人因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好，这是和本修订版的翻译。11章32节，因为上帝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为的是要怜悯众人好，所以犹太人有不顺服，外邦人也有不顺服，但是这种不顺服，上帝把它让你有一个框框，在这当中不顺服，不会跳脱出上帝的框框当中。好，为的是上帝要怜悯众人，所以小儿子曾经不顺服，跑到外面去，但他其实也像是孙悟空，没有办法逃出上帝的手掌心当中。所以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即便我们还在犯罪，即便我们还在悖逆，即便我们还不接受耶稣，还不愿意悔改相信基督，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只要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怜悯，在恩典当中是能够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拣选。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从外邦人，从不信，从悖逆，但是上帝的拣选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恩典。即便今日我们可能是第2代的基督徒，或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我们仍然需要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依靠的是信心，要把这样子的信心接在亚伯拉罕的面团新面上面，或是亚伯拉罕的树根上面，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与主来连结，帮助我们能够与主更多的团相交通，能够在圣灵的里面
更加的呼叫阿爸父，而不是靠自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愿意照你的意思来行来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